各位聽眾你好，歡迎嚟到泰國世界奇談。去曼谷旅遊或者出差，相信唔少人都會住市中心嘅老牌5星酒店，大堂金碧輝煌，位置便利。但你知唔知喺呢啲熱鬧酒店嘅深處，有一啲樓層嘅走廊，深夜你千祈唔好隨便應門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一位任職空姐嘅朋友阿 Ann 喺曼谷某間知名老牌酒店12樓嘅遭遇嘅真實經歷。嗰一次係阿 Ann 飛曼谷嘅短暫過夜班，因為航班嘅延誤，當佢同機組人員到達酒店嘅時候，已經係12點啦。check 咗 in 後，拎咗房卡，佢自己又搭 lift 上12樓。lift 門叮一聲打開，迎面而嚟嘅係一條長長嘅走廊，走廊鋪住厚厚嘅紅地氈，走上去完全係聽唔到腳步聲，空氣都夾雜着一股好漫漫沉積咗好耐嘅木頭霉味。當時阿 Ann 覺得呢啲只係老牌酒店嘅正常味道，並冇諗咁多，就繼續揾佢間房號碼1208號房。入咗房之後，阿 Ann 習慣性咁鎖門，佢簡單整理一下行李，沖個涼。時間已經去到凌晨1點半，成間酒店都好靜，只有冷氣發出嘅微微運作聲。就喺佢準備瞓覺，房突然微微聽到3下敲門聲。阿 Ann 第一時間定一定神，突然間諗，唔通係啲同事突然間揾我？但我望一望個電話，完全冇任何 message。佢落床，行咗去門口，用呢個防盜眼望一望出邊，睇下有啲咩。入邊乜都冇，走廊漆黑一片，係得支長燈有少少微光，走廊係冇人嘅。阿 Ann 心諗，可能附近啲房嘅人閂門聲，自己聽錯啦應該，咁啊轉身諗住返去瞓啦。就轉身嗰一刻，突然間聽到道門咇一聲，係防盜門嘅咇一聲。跟住佢即刻望住嗰道鎖，因為已經係閂咗燈嘅，所以嗰道門一嘟一聲，就自然會有綠色嘅光着咗。阿 Ann 當時成個人定咗格，開始震。佢親眼望住門口嗰個鎖，喺冇任何人按壓嘅情況下，竟然自己慢慢咁向下喐，道門俾人推開咗，有一條好細嘅罅縫。突然間有一陣風，比冷氣更冷嘅風吹咗入嚟，嚇到連唞氣都唔敢出聲嘅阿 Ann 全身喺度震，好大力咁揸實個電話，連解鎖都解唔到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原本熄咗嘅房嘅電視機突然間開咗，電視熒幕冇任何畫面，只係一片刺耳嘅沙沙聲，同埋有啲藍光嘅雪花，整到成間房都好似藍色咁。阿 Ann 透過電視熒幕嘅玻璃反射，好恐怖咁望到喺佢身後邊嘅床尾位置，唔知幾時竟然坐住一個背住佢嘅身影，着住泰式好懷舊嘅服裝，而嗰個身影嗰個頭正以一種好唔自然嘅角度慢慢咁轉過嚟。當時阿 Ann 真係徹底崩潰，佢用盡佢全身嘅力推開個房門，衝出走廊，連鞋都冇着，一跑就跑咗落去 lobby。
望到羅比職員嗰一刻，佢真係忍唔住狂喊爆喊。當經理見到佢狼狽嘅樣，即刻過嚟問佢。當阿 Ann 自己講出去自己係1208號房，頭先喺房裏面發生所有嘅嘢，講一次俾經理聽嘅時候，經理同保安都互望咗一眼。從佢哋兩個眼神睇到阿 Ann 知道一定係有事，但經理冇講任何嘢，只係安排幫阿 Ann 換房，去咗8樓，跟住叫2個員工陪佢返上房執嘢。去到第二朝退房，阿 Ann 見到清潔姐姐就問佢：你知唔知12樓嗰間房係咪有嘢發生過？清潔姐姐就同佢講：嗰間房從來都唔會租出去，可能係新嚟嘅同事唔知租咗俾你，你真係唔好彩。從此之後，阿 Ann 就唔會再住啲老牌酒店。聽眾朋友，下次去曼谷住酒店，如果夜晚聽到門出邊嘅咇一聲，千祈唔好回頭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喜歡呢類型嘅奇談鬼故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